係你好，姐姐。你好，係姐姐，你叫乜嘢名啊？我個名叫顧瑪麗啦，係你今年幾多歲啊40歲啊，？40歲。你結咗婚未㗎？離婚啊，哦，離咗婚。咁你自己有冇小朋友啊？有有幾多個啊？一個，一個仔定女啊？妻嘅，仔幾多歲啊佢？11歲，哦，11歲。好。姐姐，你之前係咪喺中東嘅沙地阿拉伯做過啊？係做過做過。咁喺嗰度照顧幾多人啊8個人嘅， ？8個人。係邊8個人啊？先生太太啊？先生太太佢有個仔有個女嘅，哦，仔同女。佢啲仔女幾多歲啊？佢哋30、28、27、26、23咯，有一個15歲係咪？係啊，哦，都好即係大人嚟啦，都差唔多。係啊，咁你喺嗰度使唔使買餸煮飯㗎？要㗎，都要㗎，係咪啊？煮飯，係，好似仲要洗車喎，係咪啊？係啊，洗車煮飯，哦，咁樣喺嗰度做咗幾耐啊？ 7年，哦，嗰7年啦，喺沙地阿拉伯。係啊。咁姐姐你而家喺香港邊度做嘢啊？喺尖沙咀，哦，尖沙咀。咁喺尖沙咀又照顧幾多人啊2個人， ？2個人係邊2個人啊？爺爺係同小姐，哦，一個爺爺同小姐。係啊，爺爺幾多歲啊爺爺85歲啊， ？85歲。佢健唔健康㗎？好健康嘅，佢健康自己識行路嘅。係啊，識，好啊。咁再之前咧，之前又喺邊度做啊？係粉嶺，哦，粉嶺。粉嶺嗰度又照顧幾多人啊4個人， ？4個人係邊4個人啊？太太先生，係佢有一個仔，係。跟住你婆婆，哦，有婆婆。婆婆有幾多歲啊95歲， ？95歲。佢自己識唔識行路，健唔健康啊？佢行街咧帶輪椅，要坐輪椅嘅。坐輪椅嘅。哦，咁你使唔使幫佢沖涼換尿布啊？我幫佢沖涼，幫佢俾佢食藥。哦，要幫佢沖涼嘅。係啊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姐姐，咁你識唔識煮飯啊？自己？食你識煮咩餸啊？煲粥、煲湯、炒飯、炒麵、係。炒菜。蒸魚蒸雞識唔識啊？食蒸雞蒸魚食啊。哦，即係煮湯滾湯都識噶啦，係咪啊？係啊。哦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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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咁同先生太太講再見，拜拜啦，拜拜拜，拜。先生。